谢琼轩，你一年从来就没给问题，因为佢会讲海陆，佢会讲吸烟，佢还会讲太普。英国係客家嘅親切數嘅一位演員，故所特別看佢嘅表演，就親吃年，因為啲客家天師做嘅青島嘅好嘅戲劇，因為啲客家天師得到嘅佢嘅行動獎，還得到亞洲嘅天使演員獎，然後就攞佢講下來講看下，佢啲客家天師按到嘅演出。実は普段は綺麗です。彼もよく看護婦さんたちをユニチ誘って見たんと家族みたいです。今是咧背日文。我有小抄。这录音机啥啦？就是哪念哪听哪背。は普段は綺麗です。彼もよく看護婦さんたちをうちに誘って見たんと。啊？これもよく看護婦さんたちをうちに立たせ見なんとこんじゃど。一番患者と家族の気持ちを啊？我真記得呀，係我嘅恥辱，你知嗎？就係個日本發行啊，就知道我排名，唔過我就知道嘅時間唔啲樣辦吼，啊對個日本發行我都當排斥，我都硬播樣播就播唔起來。我真的覺得那個很想鑽一個洞。就是跳進去，你知道嗎？我覺得很痛苦，然後我就覺得這是一個恥辱。哎呦，我哎，係啦，你做唔得，較小個啦，啊有小的啊，屬於呀啦，吼，哎，較小個係啦，啊你將從細阿姊嘅用嘅，安尼做得咯。幾好來啊！嗰時節，我就講啊，我做嘅細阿妹嘅時節啊，稍微有點擔心，你知嗎？我就會想到講啊，自己還適合嗎？就是那個年紀和裝扮上面這樣子，對。但因為個時間冇共同創啦，所以也還好。本帶啊落到啊，唔去南埔看教育，甚至求推啊，係險刺天天，冇面到反正暗上嘛。定妝的時候，我們並沒有要演到老年這個角色，這樣。就是我記得有一個70幾歲的那個很老，那60幾歲我演我記得是有的，可是一直到70幾歲那個啊，那因為我覺得我那時候很年輕，然後我覺得我演老人家一種角色啊。你光眼神啊，就不能騙人。免到，為到安尼個後生時節的想法，我咪一路天天去做。嗰啲生意，嘛改蠻少咧。後來拍的時候，就是要我去演那個角色，然後
我就觉得就是自己太年轻了，所以我就生气了，然后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，你知吗？拍完以后说，记得好像是土地公庙拍完吧，报公啊，在报公庙拍完以后，我们要回去基地现场，大概差不多快300-400公尺，那9人座，他就自己就先走，我们9人座过去，好，要不要上车？不要，他就嘟一个嘴巴，一个老庄在街上哒哒哒哒哒哒这样走回去，然后那个小张，哦，用人哦，天马盖。如果现在我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会处理得更好一点，虽然我还是拍了。其实啊，大小尾好到腿又下落，嘛为提防，为社会做改导师的。现一路来派在家身边来听帮忙。台中俩戏啊，它的所有的整个规格，我觉得是带起了后面一些年代戏往这种方向去做的一个规格。许英光许哥他就是把那整个地方弄起来，你就走进一种历史。做那个戏的时候，然后穿那个衣服，然后弄那个头发，然后都用在那种日式房子里面生活，我就觉得很。我不晓得，我觉得我哪一辈子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人，我觉得很如鱼得水，我很喜欢。好话啊，你用个，我大做你咧地位好无？阿弟，两我杯暗乱哦，迄唔作世代sản婦，迄味道唔好啊。同支付带顿，去好港南买起来。不管是服装造型、场景。然后整个表演的风格，对我觉得就是，整个开启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。